次等待，梦想着起航，多少次的等待，远方的朝阳，陌生的梦想和执着的倔强，在这一路之上，也曾感到彷徨。我矗立在茫茫生命之巅，总被时间改变，失去力量，也曾在迷茫中成长。我徘徊在茫茫人海之间，说再见吧，昨天，坚强面对，勇敢着去绽放。是小江吗？我就知道这孩子懂事儿。来了来了，阿姨。谢阿姨。你好好调养身体，早日康复。怎么样？结果出来了吗？对不起啊。谢谢你啊，张志豪。我知道你为了我们剧组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。什么情况？小子，哎，骗我是不是啊？我可是个小气的人啊，我这叫一报还一报。你们之前隐瞒我那么久，我怎么着也得扳回来一局吧？你真行啊，张志豪！刘明，把他拉出去，暴咋了打一顿。您还好意思笑啊？啊！我说老何同志，我们为了您机关算尽，结果呢，您居然合着他一块儿来耍我们，什么意思啊？哎，还有啊，我没说完。总公司的意思呢是，我们要严密的监督着进度，还有认真观察刘一鸣同志的执行能力。何导呢，您是本片的总导演，在不影响健康的情况下，要恪尽职守，好好的把关。兄弟，哎，打住啊！你是要感激我？感谢我的话呀，留到杀青的时候再说。现在我们是坐在同一条船上的人，所以呢，拜托了，导演。其实我想和你说的，我现在总算是明白了。哎，关海，你知道你是什么吗？啊，你坐下，你坐下，你不用站起来。你知道你是什么吗？你就是那正经八百的，让人甩都甩不掉的狗皮膏药。从海州跟到北京，我怎么没想到，我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让你这颗老鼠屎坏了我们家冰冰整个一锅汤啊！妈，这事儿跟关海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闭嘴！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江天伟怎么离家出走了？我跟他是和平分手。哎，关海，你听听，都现在了还和平分手，我真是看不出来啊！你心机怎么那么重啊？哎，你这心思怎么那么阴险啊？妈，你能不能不说了？好，我不说了。
从今以后，你的事儿我一个字儿都不说了啊！嫌我碍眼是吧？行，我走，我马上消失，我这就回老家去，你们谁都别拦我。我这就收拾东西去。你还好吧？没事儿。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我打算重新开始吧。现在想一想，觉着自己还是最喜欢表演。来北京3年了，每天就见着你、我妈，还有江天威，也没有认识其他人。现在努力努力还来得及。我想重新站在舞台上。难道你不想投身影视吗？这不是想不想的问题，那个圈子我也不了解，更何况也没有接洽的人能够带我进去。我呀，大哥，哎，怎么样？你看看，跑了几个组啊？跑了7、8个了，结果呢？都是一句话：没有演戏经验。秦明是没有演戏经验，但是他有特长。特长？除了腿特长以外，那舞蹈算特长吗？算。舞蹈也算。再想想还有，漂亮、善良，算吗？你别忘了，秦明啊是海州剧院的话剧演员，曾经有海州女儿的称号。她和其他新人相比较，她是出类拔萃的。对呀，我怎么把这些给忘了？作为一个经纪人呢，一定要会望闻问切，对症下药。其实一个剧组，他在选角的过程当中呢，制片方、导演会有自己心目当中的最佳人选。当最佳人选没有选到的时候呢，会退而求其次。那你作为一个经纪人应该怎么样？你就要知道你的艺人最适合哪个角色，而不是他最喜欢哪个角色。我明白，定向推荐。放的真棒！哇，哎呀，我走了，这就回去改，拜拜。哎，本片在拍摄之初，何家班便与投资方达成共识，由何家班的一线当红小生刘一鸣担任本片的导演，负责现场执行，而何家班的创始人何顶天则作为本剧的艺术总监，整体把关。之所以在本片开机的时候没有公布此消息，皆因不希望外界给刘一鸣的导演处女作带来太多的压力。就这个，张志恒，你跳槽来我们何家班吧，我给你双倍的工资。现在验证了我多年前的一说。什么？什么话？你们两个是绝配。配什么啊？快点打电话通知宣传。敢说我坏话？告别昨天晚上一个人的悲伤，灯影透落身旁，倒影彷徨，仿佛时间轻河凝结不忍想，他们挽手离开的梦。
感情匆匆告白，没太多的期待。我试着淘汰所有的依赖，带着爱的无奈走开，承认感情已经漂白。相信你一个海浪般的夏天，一起将并肩穿过繁华的夜。刘一鸣，或者说现在应该称您为刘导，恭喜您这部戏顺利完成。那么现在我就想问一下，观众看完这部戏之后，肯定有一部分人喜欢您扮演的角色，而另一部分人喜欢苏显赫扮演的角色，您是怎么认为的呢？我觉得吧，一定会。那么这是您第一次执导的新戏，您的感觉如何？感觉非常的棒。您对收视率有信心吗？像我刚才说的一样，观众。之前呢有流传这样一句话，说您是何家班新生代的导演，将代替何导，你觉得这句话可信吗？我觉得这个要看何导，他给不给我们这些新人机会，这个是肯定的。刘导在这部戏之后有没有想过说自己亲自执导一部属于自己的戏？我觉得要看是否有自己喜欢的剧本，包括喜欢的角色。那如果二者兼具的话，我觉得我还可以再尝试一下自导自演。老何，怎么一个人先回来了呀？一会儿现场还有专访呢，是不是累啦？给你倒口水喝啊。刘一鸣什么时候娶你？您胡说什么呢，老何？我是你爸。今天晚上准备怎么庆祝一下啊？来的正好。刘一鸣，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娶可可？老何，给我闭嘴！导演。秦兵今天表现不错啊，很好。来，大家收工。谢谢导演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哥哥。祝贺你。谢谢。恭喜你可以接到江导的戏。谢谢。哎呀，我现在真跟做梦一样。我本来想着能接一些角色，我就已经挺知足的了。可是没想到，能跟蒋导这种大导演，还有像韩丽这种一线大腕合作，想都没想过。跟你说啊，这就是经纪人的技巧。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与其上那些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播的小制作中的大角色，反倒不如上那些大制作中的小角色。这样有几个好处：一来呢，可以多和大导演、大演员多接触；二来呢，可以增加简历的厚重量。最主要的是可以多露脸，脸一熟了，事儿就好办了。约我过来，不会是为了喝哑巴咖啡吧？我想好了，我要离开何家班。好，我明白了。这么多年，如果没有你在我身边，其实我很难熬过来。你更像是我的亲人，我的生命当中不能没有你，你对于我来说很重要。有什么用啊？自
这么多年，还抵不过你跟他见一面。我希望你可以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好好的想清楚。这一次离开，它只是暂时。我给你时间。来了。哎，来了，进来吧。好温馨啊！这里有你在海州家一样的感觉。想喝点什么？咖啡？不加糖。这儿可没那么讲究，只有3合1。我无所谓啊，在剧组生活惯了，不挑食不挑喝。这不是3合1，是我最喜欢喝的那一种。你不是要看我写的东西吗？给。我虽然不会写剧本啊，但是我很会看剧本。那我们先说好了。你可以提意见，但不许笑话我。你写的是喜剧？不是。无场次小剧场话剧，海风吹过。收拾好了吗？啊，收拾好了。哎，你说我带这些东西是不是多了点儿啊？就去2天。出门多带点衣服不吃亏，听我的。嗯。走吧。感觉怎么样？这故事就这么结束了。嗯。有什么不对吗？那小妍和陆枫再一次站到了海宁的面前，结局呢？这就是结局。这不是结局，这叫开放式结局。后面的事儿就让观众自己去猜吧。你这叫忽悠观众，这叫结局落空，这叫对观众不负责任，对你笔下的角色不负责任。可能我这么说你会不太开心，但是我是为你好，也只有我能对你这么说。也不是，
还有其他人看过这个本子？小贝看过。小贝是谁呀？他怎么能跟我相提并论呢？还有，我听说根本就没有小贝这个人。当然有。有他也不是你男朋友。故事的最后应该是这个样子：若干年后，如风他放弃了一切，不顾一切地回到了自己的故地，去寻找他心目中的海宁。但是当他回去以后，发现一切都晚了，物是人非，人去楼空。从此以后，如风走遍了千山万水，但是怎么也找不到，他的心都快碎了。幸亏得到了星云之神的眷顾。就在那片海滩上，海妮出现在了如风的面前。那一刻，他们将所有的思念化成了一个深深的拥吻。那然后呢？海妮说，现在不谈爱情。不。你看过有哪一个童话的故事会有这么煞人风景的对话？然后他们当然是在一起，王子和公主是不会分开的，他们手牵手走进婚姻的殿堂，两个人相爱一生，白头偕老。那小妍怎么办？小妍在一旁流着感动的泪水，为他们默默的祝福。你想的太简单了。不简单。其实你冷静的想一下，以如风的性格，是不可能跟海宁永远在一起的。为什么不可能？他们一定会，肯定会，必须会。当如风跟海妮说要永远在一起的时候，海妮犹豫了，因为她知道如风就像是一只展翅飞翔的雄鹰，注定不可能停留在一个地方，它是属于天空的。可海妮心里也清楚，她自己从来都不具备跟他一起飞翔的翅膀。你怎么没有翅膀？你如果没有翅膀，怎么从海州飞到北京来的？我们是在谈剧本。我跟你说的是剧本。如果海妮没有翅膀的话，怎么飞翔到她梦想的城市？可是同样在外漂泊了多年的海妮，心里也一样眷恋着她那荒芜了的家乡。如风也是，他也在眷恋着自己荒芜的家乡。展翅高飞的雄鹰又怎么了？他也需要有一个落脚的地方，也需要有一个家。他为什么那么努力地在寻找自己的梦想之城？就是希望可以和他心爱的人幸福地在一起。但如果小妍也同时出现在海妮面前，也同样为了寻找海妮走遍了千山万水，更何况在最艰难的时候是小妍陪着海妮度过的。那是恩情，它不是爱情。算了，不管你最后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，我都会接受，我都会祝你幸福。但是我有一个要求，当你把这个剧本完成以后，我要来演，我演如风，你做导演。为什么一定要演如风？因为我就是如风，海妮一直在我心里。那你这次可能要失望了，因为我的毕业大戏一定要有研究生的资格才可以参演。喂，张总啊，又有什么吩咐？可可，你之前还夸我危机公关能力超强，你也太谦虚了吧？什么意思啊？哎，这次的转移注意力宣传手法非常牛啊！不是，我怎么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呢？哎，
能不能剧透一下为什么让一鸣去考研？刘一鸣考研？你就别跟我装了，你安排的你会不知道？怎么可能啊？哦，对了，忘了跟你说了，一鸣他现在暂时离开何家班了。他离开了？啊，你先跟我说吧，你在哪儿看到的？网上啊，吵得沸沸扬扬的。是吗？那志恒，我一会儿打给你行吗？我先看一下。好。您的事业正在蒸蒸日上，为什么突然调整考虑不上读书？这次考研是您个人的意愿还是公司安排，或者是有意炒作？你现在拍戏这么忙，真的有时间来写作业？花在学业上吗？是不是回来重新的？首先我想说呢，这次回来考研是我自己这么想的，那跟公司和任何人没有任何关系，并不是为了作秀，也不是为了炒作。那你考研是为了什么呢？您现在已经功成名就了，您又跑回来读书，不担心您的位置被后起之秀取代了吗？我觉得当初在我刚出来的时候，我也是一个新人。我觉得这个圈子呢，新人是会不断出来的。那我觉得要想作为一个常青树，就要不断的积累，不断的学习，丰富自己。说出扰乱了娱乐圈里看上青春好学的年轻，真是曲折折数。你觉得可以成为这型明星，只是此刻你想对其他演员说点什么？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谢谢。天天向上呢，真有你的啊！想一出是一出。忙什么呢？哟，你们忙完了？我查点资料。查什么资料？和你老大有关？那倒不是。听说你最近挺忙的，好像帮的还不是我们公司的演员。何老大，你可是放我假了啊，所以空闲的时候我帮帮朋友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是帮朋友还是帮秦斌？哎，何老大，秦斌其实挺不错的。他虽然说没有拍什么大戏，但是他最近串了几个戏，口碑都挺不错的。而且呢，他现在接了宋导和蒋导的戏，当然角色不是很大，但是这两个导演可都是推新人的导演。我觉得呢，咱们是不是能把他签过来？哎，下手晚了，他可是被别人挖走了。关海，我一直都挺看重你。有一点我必须要提醒你，任何时候，工作和感情是两码事。也恕我直言，秦斌的年纪也不小了，学历也不是很过硬。像这样的艺人，你在圈子里应该见得比我还要多，也应该比我清楚。像他这样的，除非是遇到一个非常好的角色，或者是为他量身打造的角色，才有可能出来。之前当选过海州女儿，但都是好几年之前的事了。我说的话也许挺不中听的，但都是事实。没有，你说这些我都明白，我也都考虑过。但说实话，愚公移私我都会想让他进来。首先呢，他真的是一个很有潜力的演员，签进来之后对公司绝对有好处。于私呢，你也知道他现在的情况，我想帮他。真想让他进来，可能性只有一种，做代字艺人。不是我说，你小子怎么晚上不回来住啊？怕被战火殃及。什么战火啊？刘一鸣，开门啦！战火来了，先不跟你说了。
刘一鸣。我说你怎么一天不见我就想我呀？以560元享受14天的真美旅程。快手搜寻本季火热。我可想你了，我想直接把你拉出去毙了。毙了！我这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，我怎么招惹你？你那叫不闻窗外事吗？你那叫净给我找事儿，还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呢。学习怎么给人找麻烦是吧？你看看你这人，我之前就跟你们说过了，演戏演了太长时间，把自己都演空了。我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出去充电。正所谓是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要想再登高望远，必须更上一层。谁不让你上学了？我要的是提前打招呼。拜托你提前给我们这些幕后工作者打声招呼，行吗？都说了是暂时离开，你现在还是我们何家班的人呢啊 ！OK， 何总 ，I'm so sorry。马后炮，看什么呢？行啊，你刘一鸣，背着我接本子啦！我对何家班可是一心，忠贞不二。这是个话剧剧本。海风吹过，名字还不错。怎么啦？想演话剧了？我看看不行吗？行，那我先审审。你不是说今儿不来了吗？别提了，何大找刘大算账去了。他们俩算什么账呀？他俩算什么账，我哪知道？对了，今天过来有事和你商量。行，说。你有没有想过进何家班呀？就我还进何家班呢？当然能进了，只不过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签约演员，而是带资艺人。带资艺人？是这样，今天我找何大，跟他提起了你，看能不能把你签进去。但是他们那边呢，考虑到你现在的状态，他们比较谨慎，不会和你正式签约。但是作为带资艺人的话，他们可以接受，签约1年，如果你有上升趋势的话，他们可以正式和你签约。签约之后呢，有何家班这个大树，你的机会会比平常多很多。同时呢，宣传力度会加大，但是也有一点，如果1年之内你的表现平平，那么只有2种选择，要么离开，要么继续签约。那你对我有信心吗？当然有啊。那就签。你可想好了？我想好了。你看，你们以前那么苦都熬过来了，我觉着我自己应该也可以。而且我尝试过了，就不会后悔。更何况我觉着结果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努力过了。你真的这么想？好，既然你决定了，那我也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，把你做到最好。哎呀，那我就先谢谢你。客气，客气。这剧本谁写的？秘密。要是没有猜错的话，应该是梦妮吧。这剧本写的不对，还少了一个人物。Who？可可。那个陪伴了混蛋如风整整10年的可可。如风在梦想之城痛苦和挣扎的时候，
并不是孤身一个人，他身边有一个叫可可的女孩，一直陪着他。在如风失意的时候，是可可在他身边，给他打气，告诉他在困难面前永远不能做一个逃兵。在如风得意的时候，又是可可在提醒他，不能得意忘形、骄傲自满，应该更加脚踏实地地走好每一步。可可是那么的相信如风，就好像帮助如风实现自己的梦想，就是他生活的全部。他见证了如风整整10年的喜怒哀乐，成功和失败。可可一直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他们的感情。这么多年来，他从来不敢多往前走一步，因为他害怕，他怕如风的拒绝，更害怕因为自己多走的这一步，就打破了他们原有的默契，所以他只有等。曾经，可可以为如风对他有过同样的感觉，但直到有一天，海妮的再次出现，可可看见了如风的纠结，一边是等待了这么多年的爱情，一边是整整10年的患难与苦。I'm so sorry. 你是我的好哥们儿，是我的家人，一辈子。干嘛呢？跟你有关系吗？我在编故事呢，此情节纯属虚构，请勿对号入座。有酒吗？我想喝点儿。干嘛？我要喝。听话。喝。我突然明白一个道理，你对我而言，就像是一支烟，明明知道吸烟有害，就是停不下来。这2天你不在，我就觉得身边好像少了什么一样，所以我做了一个决定，我要把你这支烟给戒了。我刚才说到哪儿了？哦，我说可可看到了如风的纠结，这时候可可特别的伤心，但是就在几分钟之后，可可突然大骂自己：“你是傻瓜蛋吗？天下男人这么多，干嘛要在如风这棵歪脖子树上吊死呢？这样太不像你的风格了。”于是可可飘然而去。可可不是认输才走的，而是因为她不能接受一个只有半颗心的男人。再说了，现在婚姻那么不靠谱，比起爱情而言，友情可能更为长久。干杯！友谊万岁！万岁！
状态不错嘛，蛮有活力的。我得好好准备啊。哎呀，我开始有点后悔替你接那个角色了。为什么呀？为了理想而努力是对的，但是身体最重要。不吃苦中苦，哪能尝得甜中甜呀？再说了，你不也说女武行是个冷门吗？那可不是我说的啊，曹导说的。我想着现在好好准备准备，到时候在现场应该就没问题了，对吧？怪不得曹导说呢，你是影视圈的一匹黑马。喝口水吧。那你还不得白马呀？万叔啊，哎呀，我实在坚持不住了。这么累了，别练了，今天到这儿吧。哎呀，不行，我一会儿还得去练骑马呢。都这样了还骑马？我这回演的是一女侠，而且有好多在马上夺宝的戏，我得好好练一练。敢问女侠何方神圣啊？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秦兵是也。哦，原来阁下就是秦兵女侠呀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我呀，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自信过。怎么说？我想，我再这么努力几年，会不会成为娱乐圈前10的大星？大星？算了吧。为什么呀？你想啊，大星多危险呀！万一要是出点什么意外，别说你了，连我都受不了。为了我著名的经纪人关海先生，我一定会保护好我自己的。得了吧，跟你拉钩。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。爱上一朵只剩你累了。